看我放下去是不是硬硬的了？我把它转上，它就变软。把它转这个角变成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上面这边屁股就会变软。对对对，有，这温老师有讲，他是要垫个卫生纸。这个是按这个臀部的重点哦，不然有的人屁股很大的，按不进去啊。一定要转这个角度才会出来啊。好，按完之后，一样，就借我过一下哈。到侧边，我这边就是因为刚刚这边。缝浆机都已经强擦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我就改用拍一拍了。用拍的。这样变成客人也会知道，你的花招很不一样。我这个是指刻拍而已。指刻。就用拳头平放拍。这样子。对。不是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手掌来。按你跑。按你哈。用4个指头，那个前面那个肉背了。这个是这不是考试手法的啦。是指背这样敲啊。这以前我也不会，是中3、中3大家物理治疗才学到这一招。然后就接下来就直接按那个大腿后侧的那个肌群了。因为也是顺便把它脚筋凹一了，它中间这一块肌肉后侧的肌群就会变软了，就比较好按。好。你是用掌根？没，这是拇指的，这边用拇指比较好动啊。老师有讲。不是，是大腿后侧。大腿后侧。先拇指压就对了。然后这还是胫前肌的，这边就可以一样顺着按下来。好，这边就大家就完了，我就会把他的脚转到正上方，看清楚是这样。好，这样放。这样放。那我做这个动作要做什么？因为你们也没有学到这个，我就是要压他的大腿后侧的肌肉。我要从上方往下压。从上往下。这个姿势是不是就让它变松？对，就是我这个角度是要让它这个大腿后侧变松，然后我再往下压，这样就压到身体的神经去。快脚。好。那要是立起来关系还是脚跳梁？把脚转90度，把它脚转90度正上方之后，我就用我的手，我的人是从上方往下压下去，压，然后揉，这样就好了哈。揉完了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好，解决之后呢，我要到他的床的后侧，或者是旁边也可以。那就要处理他小腿肚。脚垫起来，对，脚把它垫住，我的脚把它垫着。因为这张床的宽度刚好，我这样子垫是刚好的。我一只脚会放在这个床上面，垫枕头也可以。垫枕头也可以。然后就顺便把它做，揉啊、捏啊，或者是踩脚踏车啊、把握揉啊都可以啊。这边就很好做了。然后你要做细一点的话，就顺便把它的脚底的那个什么敲拳拍一拍，打一打。手掌根把它手肘把它揉一揉角度，然后把他的脚拿起来，把他脚拿起来这样子，转一转，一样像踩脚踏车一样，掌指关节。内翻外翻这样。对，然后把脚趾把它伸一下。那当然早期我们不一定有做到这个，那因为你们学过脚底按摩之后变得比较厉害了，就可以自己把它加一点进去。那考试当然没有考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呢，一样是把脚放直角嘛，对不对？用我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什么脚？我搬，你摸一下好了。我用手掌抓住他的脚跟，然后我的手不是放在他脚底上面，对不对？往下压，这样往下压。运动法啦。好，这个运动法知道了哈。要痛要叫啊。不会痛啊。这比生孩子好。轻松的，直屈还是背屈？直屈都有。你们就不一定要先学我的，就是把你们会的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哈。放进去之后压捞一捞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换边了。换边的臀部，一样把它转直角，把它弯起来。这个屁股就变软了。我过去。记得是45度进去才会比较好按。沿着，因为我们